Hello，大家好，歡迎大家嚟到河媽講經，我係河媽。AI 呢而家就好盛行，好多地方都充斥住 AI 啊，無處不在。有時係真人定係 AI，大家都好難分辨。不過呢，河媽呢就係100%支持真人真發聲真情緒嘅人，所以我會堅持一直用真人為大家發聲，講經說書落去啊！希望繼續以最真實嘅一面陪住大家，包括係我嘅食螺絲啊吓！事不宜遲，即刻去同大家河媽講經。大家有冇發現，當小朋友越大個，就會越多吸引父母注意嘅行為啊？仲要多數都係一啲令大人好困擾、哭笑不得嘅行為啊！好地地靜靜地唔得嘅，係都要搞三搞四嘅，為求令到大家注意，除咗苦苦糾纏之外，仲會不擇手段啊！總之就係要得到你哋嘅關注為止啦。其實小朋友到咗某一個年齡之後，就會開始想揾伴、揾玩伴啊，等自己嘅遊戲變得多姿多彩，亦都好想分享自己好多嘅意見、天馬行空嘅想象同埋佢哋嘅作品啊。而呢啲遊戲呢，都需要遊戲玩伴嘅喎，同時亦代表咗佢哋心智成熟嘅象徵。所以，當你觀察到小朋友有強烈想要吸引大人注意力嘅意圖，而屋企嘅環境又滿足唔到佢哋嘅時候，又或者呢個時候就係時候送佢去團體嘅生活啦。今集嘅內容主要係想同大家分享，佢哋呢啲行為其實係想你哋陪玩，而唔係搏鬧或者搏打嘅。其實冇人係想咁樣，佢哋想要嘅淨係同你哋嘅互動。當小朋友心智開始發展，做父母應該追緊佢哋嘅步伐，千祈就唔好3歲當2歲養，4歲又當3歲養。其中有啲心理因素係我哋為人父母必修嘅功課嚟㗎。作者喺呢課提供咗5大發展嘅因素同8個父母教導嘅大忌俾我哋參考，我哋又一齊去學下嘢啦。5大發展因素嘅第一個，爭取注意力。小朋友比我哋想象中更醒目，佢哋如果本來就喺度爭取緊觀眾同埋吸引注意力嘅時候，你仲要喺度教，咁即係中咗佢哋嘅招啦。佢哋嘅哭鬧搞怪行為啊，反而就會變本加厲啊。第二個，被忽略，所以想揾玩伴啊。3歲前要陪伴，3歲後就要玩伴。當佢哋長大就會想要人陪玩，但係如果長時間被忽略同冷落嘅話，佢就會自創好多搞事嘅方式，務求係想揾人陪佢玩啊！嚟叫你快啲陪佢玩啊！但係好多爸爸媽媽遇到呢個問題嘅時候，仲停留緊喺度教規矩喎。第三個，用情緒去抗議。當佢哋覺得對於父母嘅管教，心理產生住一種無能為力嘅感覺嘅時候，又或者冇落台階嘅時候啊，咁唯有就係向反方向咁樣表達啦。因為情緒係小朋友最快令父母知道嘅武器啊，唔好以為佢哋細啊，佢哋真係知噶。第四個就係挑戰權威。每個人身體裏面呢，都有呢一個冒險嘅基因啊，存在住一個小朋友啊。好聽嘅話就係冒險啦，唔好聽嘅話就係反叛。小朋友都唔例外，所以中意挑戰比較困難啦，做唔到嘅嘢，違反家規啦，挑戰權威啦，都係一件好刺激嘅事嚟噶嘛。所以呢，小朋友都會不停咁樣嘗試去踩低你嘅底線。最後一個心理因素，從遊戲互動中學習規則。作者深信冇一個小朋友中意日日都被教要遵守啲咩規則、校規啊、家規啊等等，因為被限制往往都唔係一件好舒服嘅事。而小朋友越大，我哋反而對佢嘅限制就越嚟越多。我哋都要喺當中取得一個平衡。例如透過玩啊、親子互動、經驗分享等等，小朋友都好自然咁樣了解規則同埋規範，呢個係佢哋最可以接受嘅方式。
所以咧，教小朋友，如果你咿咿我我、咿咿噏噏咁樣，就唔算係一個好有效嘅方法啦。我哋為人父母，成日都會好關心自己啲仔女，但係有時候我哋自以為嘅關心，小朋友都未必可以感受到，而佢哋有時候嘅刻意唱反調同埋叛逆，其實就係對我哋嘅管教方式提出抗議同埋不滿啊！呢種代溝，我哋其實一定要學習同知道，因為會深深影響到我哋同心肝寶貝豬嘅親子關係。作者就舉出咗8大禁忌，小朋友會非常有感噶，睇下大家中唔中？第一個禁忌啊，周圍去同人講小朋友嘅醜事語事啊，例如，佢好污糟噶，成日都將啲臭衫臭物放喺張床度一齊瞓噶。呢啲行為係會傷害咗佢哋嘅自尊心，此乃大忌一。大忌二啊，權威式嘅教育，即係大石砸死蟹啊！我話咁就咁啦，跟住又冇解釋俾佢聽點解，又冇同佢講道理，只會令到佢哋更加叛逆嘅啫。第三個。對於多過一個小朋友嘅家庭，講真啦，屋企裏面嘅排行又唔係佢哋自己揀嘅。如果我哋成日都講你係大嘅，你要讓細佬妹㗎，你肯讓又唔爭，我就會更加愛你，更加中意你咯。呢啲咁樣嘅說話係會令到小朋友嘅價值觀好混淆噶，佢哋都冇得揀嘅。講真啦，你咁樣對佢哋嚟講係好唔公平啊！大忌四，有時我哋嘅聆聽方式呢，可能就不其然有啲口頭禪啊，第一時間就會用係咪真㗎？呢一啲懷疑嘅方式去回應小朋友呢，久而久之佢就會覺得你係質疑佢，唔相信佢講嘅嘢，而會令到佢哋變得慢慢唔想同你哋分享，唔中意同你哋講啊，淨係中意同佢啲同學啦、朋友啦、朋輩啦去分享。慢慢你哋嘅關係可能就會越嚟越疏離啦。第五個大忌啊，我覺得喺好多華人家庭裏面呢，尤其是而家我覺得香港嘅父母都好多時會唔覺意犯咗呢樣嘢嘅，就係用取笑嘲諷嘅方式去以為可以令到佢哋嘅問題改善啊，即係用激將法啊。例如啦，你睇下你又跌啦，咪因為你唔肯食飯咯，成日都冇力嘅。又或者係，哇！你睇下你幾醜怪啊，仲食奶嘴，又未戒尿片，成個 BB 咁啊！等等等等，呢啲咁嘅說話好容易令小朋友產生無助感。本來佢哋期望父母有支持同鼓勵，可以慢慢修正同埋改善佢哋呢啲行為，但係相反，你用呢種嘲笑嘅方式，小朋友行為相反可能變得更加退化，同埋佢哋會冇自信心嘅。第六個禁忌，如果有體罰嘅家長們，大家就要留意啦。如果我哋對佢用體罰，但係又唔准佢哋打人，其實佢哋嘅心理係非常矛盾嘅。媽，你又搞到我好亂啊！因為父母係佢哋嘅模仿對象嚟噶嘛，佢會覺得點解你哋可以打我，但係當我做咗呢樣嘢，就會有嚴重嘅後果呢。所以咁講啦，應該由父母帶頭做起，停止體罰呢一個教育方式。第七個禁忌啊，喺屋企裏面如果有雙重標準啊，都係小朋友最討厭嘅事嚟噶。而家個世代，我哋都成日叫佢哋唔好玩咁多電話啦，唔好玩咁多平板啦，但係自己又一邊碌住個手機嚟同佢哋講，呢個說服力我相信都唔係好大吧。另外我哋又會提佢，唔好成日食漢堡包、薯條、飲汽水啦，呢啲對健康唔好噶。但係我哋嗰頭又咬住個魚柳包嚟同佢哋講呢。到佢哋慢慢大咗之後，佢哋就會反問翻你啦。咁點解你可以，我又唔得呢？到時候我都唔識答佢哋。最後一個禁忌就係逼佢哋喺眾目睽睽底下去認錯，完全唔俾位去落台啊，令到佢哋覺得自尊心受挫，尷尬得嚟又唔識面對呢種感受同埋情緒，因而會令到佢哋更反抗，唔識認錯之餘，仲可能不知所措到打翻父母，後果呢
只係會令到我哋更嬲同更崩潰嘅啫。以上嘅心理因素同埋8大禁忌啦，希望咁多位爸爸媽媽都會記住。如果有犯過嘅話，都唔緊要。由今日開始，我哋一齊努力去改善。何媽都會一直喺呢度同大家一齊學習，成為一個更好嘅自己同埋更優秀嘅媽媽。下星期一同樣時間再同大家何媽講經，拜拜。